好多港澳朋友街坊話，究竟住喺邊度先至係最方便嘅？我敢話住喺呢度呢，一定係最方便嘅。揸車10分鐘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關口，而且屋企樓下仲有香港直通巴士，可以去到香港嘅荃灣太子以及尖沙咀，每日有2班車。一落樓下就係大人商場同埋輕軌站，衣食住行全部都齊晒。呢啲環境你話 O 唔 OK 啊？哇！呢個景觀真係正，似前面個中海如果係呢啲景觀冇500-600萬、上千萬嘅話你根本諗都唔敢諗。但係今日呢間只需要200萬，首期30萬就可以立低佢啦。呢個就係交付標準，所見則所得。80個方做咗2間房，每間房嘅採光都係特別光陽嘅。依家都係親尾貨啦，剩低房源唔多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後台揾我。